12萬揞口費令安徽怒漢收聲。這是被導遊跟那個女的抓的啊！我要去請律師，我要以刑事罪名起訴他。好了。初三同家人跟團嚟香港玩，俾惡導遊阿容話佢哋唔肯買嘢，係狗係窮人，當堂無名火起，打交收場啊！但點諗到唔夠一日，乜火都冇晒呢？導遊的道歉和公司的服務很滿意，這件事情到此結束。他有什麼道歉？佢仲話係一場誤會喎。哇，咁耐人尋味嘅，梗係有啲嘢㗎。咁據了解，喺內地法院做公務員嘅張生好熟法律㗎。兩公婆當日喺警署通宵落口供到初4凌晨，之後有街旅行社喳喳臨揾人去酒店講數，有人就唔滿意賠償金額太少，仲以大踢爆嚟做威脅。咁最後有街俾咗12萬，仲簽晒收據添。阿張生就即係簽咗隻大名落去，就話承認佢喺香港呢係收到10幾萬呢個現金，咁就呢啲錢呢，就係對方呢心甘情願俾佢嘅。成團人仲 upgrade 去靚啲嘅酒店，升級款待啊！不過有街就唔認俾咗錢。冇咁嘅事，我哋今日就聽到呢個傳言，大家你講我講咯。有業內人士話，張生跟團第一日已經燥底㗎啦，仲一度話唔滿意服務要報警添。我哋都有聽聞過咧，係有作出一個賠償咧，俾個旅客嘅。我覺得唔係咁恰當嘅行為咯。但係如果係因為用一個錢銀上邊將件事搞掂，我諗大眾都唔想見到呢個情況嘅。律師就話，如果旅行社真係喺警方介入調查之後，俾錢個客，可能會妨礙司法公正㗎。內地客投訴之後態度突變，早有前科㗎啦。中國乒乓老將陳佑銘舊年跟團嚟玩，懷疑拒絕買嘢之後猝死，屋企人話明要追究㗎，點知突然收口離開香港。消息話有人懷疑收咗50萬安撫金。業界就擔心旅行社唔想俾人釘牌，而係咁俾暗口費，會縱容一啲旅遊霸嘅歪風，即係刻意刁難導遊，令旅行社賠錢俾佢哋。